这位52档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伊伫新年的演说当中宣布要退位，甲这个为让予55岁的大囝佛瑞德里克来接任国王。这个女王是讲，旧年初伊的脚趾片有开刀，所以即马决定要甲这个王室的重担交予后一代。83岁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送予丹麦民众的新年礼物，是伊要伫1月14退位的消息。玛格丽特二世伫1972年继承王位高达52年，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2022年过身了后，伊成做欧洲在位上久的君主。2023年6月，也成做丹麦王室史上在位时间上长的君主。1963年，23岁的玛格丽特二世以公主的身份访问印度，即使无抢为条纹礼服搭配白帽仔的造型，显得真大方。伊伫31岁继承王位以来，作风一直真亲民。伊主修考古学，高精通几个的语言，也真有艺术成就。捌几摆举办画图古典。哥本哈根现代美术馆收藏伊的画作。2023年受邀请担任芭蕾舞剧的场景设计。迄当时，伊因为脚趾片受伤，拄着拐影到现场工作。It's wonderful to see them when it's on stage and to see them using the costumes and the scenery that I've designed. I'm an old woman by now, but it makes me feel young. We have a queen that, in any area, sets the idea of taking part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of Denmark. 玛格丽特二世伫2023年2月接受脚趾片手术，伊伫新年演说表示，手术互伊思考未来，也决定应该交予后一代时机。伊的大学后生55岁丹麦王储佛瑞德里克会继承国王，那特别成做王后的王储妃玛丽是澳洲人，两个人伫2004年举行婚礼，结婚了后生有4个囡仔。女王伫2022年宣布取消将细汉后生尤雅金王子的4个囡仔的头衔，理由是参照欧洲其他王室精简君主制的做法，也予伊的孙会当有正常的生活。也毋过有媒体报道指出，尤雅金其实微恋大兄的王储妃玛丽，造成王室的家庭关系陷入混乱，予女王采取强硬手段。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